四邊記91、14節人講世界啲戰爭係講世界嘅心，人問上帝，上帝要嘅撇走一切嘅危險，一切嘅痛苦，一切嘅白色嘅撇走，意思嚟講佢嘅通齊，因為上帝撇難所喺世界求佢嚟講，因為是個神耶穌基督所以世界嘅撇難所。嗱，詩篇記91、15節人講到係咪人寫上帝、求上帝、禱告嘅上帝嚟講？嗱，上帝講佢答應嘅，嗱，所以是個世界喺度，是個需要上帝，是個求佢，是個禱告嘅，佢是答應嘅㗎。然後佢嘅一通齊，當時嘅要痛苦、要白色、要困難，佢嘅通齊，佢嘅一個撇走一切，把榮耀是㗎。嗱，所以嘅心仰問上帝，要上帝照顧，要上帝保佑，嗱，一切嘅危險、一個傷害嘅路途，佢要照顧嘅一通齊，帶住家去達到勝利嘅路。第一呢，希望大家得平安、得快樂，心中你唔係盡、唔係笑、唔係驚過頭，又唔係 stress， 人家講咁樣啦。嗱，係要上帝嚟通齊，熱天這個心中你哋要甜嘅心，要甜嘅心，時間能夠上思想嚟做埋條路，做埋嘅工，做埋嘅利，然後得利息嘅，嗱，是由上帝通齊，阿門。